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市南区有一搭建案的工地，早起拆营架时阵放气，有2个工人为顶悬摔落来不幸死亡，阁有2个工人去互放气的营架喊着伤。事故详细要搁咧调查。台中市劳工局已经下令停工。 高空的营架部分放气，地面是有停几多台救护车。台中市南区福田路福田里街口一位建案，23号早起9点左右传出公安意外，现场当地咧进行拆除营架作业，其中有2名工人不明原因为13楼高的营架落来地面，当场乌卡；另外2名工人分别伫咧高楼站甲楼骹拢受到倒去的营架喊着伤，意识清楚。 集合住宅大概500多户，我们到现场的时候，其实救护车都已经来了。目前救出的时候是2名躺在地上是没有生命征象的，那有2名，一个是全身有多处的擦伤，另外一个有大腿骨折的情况。嘿，那我们有用救护车赶紧送他们至医院。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，4名男性工人拢是本国籍，分送3间病院抢救，其中2名乌卡的患者经过抢救宣告不治。建案工地负责人表示，因家拆除作业由外包厂商执行，预计工期2个月，工人拢有配安全带甲防护措施。工安事故的原因也搁伫咧了解当中。基本上我们都有那个全配式的安全带做防护措施的。看我们上面也是有的有一条母锁在那个。 给他们工班拆接下来要做的安全防护。如查明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规的一个事项呢，会予以处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。台中市劳工局强调，已经派员检查，而且要求建案停工。若是违反治安法，会开罚3万至30万罚款，而且要等到改善完成才会当复工。 后续也会启动职业灾害劳工个案管理服务机制，协助伤亡者的家属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